点点，你们好啊！我在插花，你们看这盆粉色的小花是不是很美丽啊？美丽，但是粉色是黄色的意思吗？没错，粉色就是黄色。彤彤姐姐，你头上别了一朵好漂亮的花哦，那是什么颜色呢？某某，你问呀黑马给色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粉色，红色。哦，粉色，红色。呀黑马给色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蓝色，蓝色。哦，蓝色。那默默点点，你们要不要来帮我插花啊？好啊，好啊。哩嘅萬里花，芬芳美丽滿枝桠。呀黑馬嘅色，這是什麼顏色？呀黑馬嘅色，這是什麼顏色？點點，呀黑馬嘅色，這是紅色。呀黑馬嘅色，這是黃色。黑馬嘅色。哇，我不知道啦。粉色、紅色、粉色、紅色、粉色、黃色、粉色、黃色、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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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色。點點，什麼是粉色？番茄是粉色。那什麼是粉色呢？香蕉是粉色。那什麼是藍色呢？你的蝴蝶結是藍色。答對了。呀黑馬嘅色，粉色、粉色、藍色，大家都學起來了嗎？哈克烏拉拉，我們下次再見嘍。